台湾文学馆对元旦开始推出文学交流的系列活动，有韩国作家和台湾作家的座谈，也有结合着世界簿记日，推出着台语导览和台语绘本讲故事活动。对元旦开始到2月2日，要用文学来陪伴大家过年。这是台文馆的台湾文学基地，嘛是世界各地文学作家来台湾交流的最大的所在。台文馆表示，这间厝对2021年到今，世界各地已经有70位作家来住过。今年头一位来这住的是韩国的作家金伊莎，伊是小说家，也是翻译家。伊毋但翻译台湾漫游录的韩文版本，也会伫这礼拜六甲杨湘柱对话。杨双子老师在美国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奖项，那其实台湾的文学慢慢就是开始受到全世界的注目，所以去年我们非常惊喜的发现，有德国、还有意大利、还有韩国的译者都不约而同要翻译这个杨双子老师的《台湾漫游录》，就他们都来申请我们的这个驻村作家的进驻活动。那所以明天即将来到台湾基地进驻的就是来自韩国的金伊莎老师。除了座谈活动，台文馆也推出系列活动，要来陪伴民众过年。伫台南本馆有拍卡送春联，而且结合2月2日的世界母语日，也推出即马做伙讲台语的活动，有全台语的导览，也有台语绘本讲故事，民众拢感觉真有意义。带小孩来让他们听一些故事，其实是蛮不错的。是很文学，很文青。那我觉得也是很有特色，不同的屋里面有一些不同的主题，就是有一些它是做手作的，有一些它是书，有一些看书的，有些是做写那些明信片。台文馆表示，新春的活动对元旦一直办到旧历的过年，毋但有下国际交流，也有本土的推广，希望用台湾的文学活动陪大家迎接新的一年。记者陈心东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